云林北港的大东路有一间金纸店，日本大正时代就开始卖，卖到打第4代咯。啊，人金纸拢用咧卖进口的，因也是坚持台湾做，家己做。啊，这个店内四界拢会当看到超过100年的镇店之宝。 头家娘骹手真流利，伫金纸面顶转印啊！这间伫北港镇大东路的金纸店，为日本时代开到即马，已经传到第4代啊。上大特色就是敢若卖台湾做的金纸。阮则坚持用台湾的迄个纸，哦，阮是拢无吸水的，没有缩小的，哦，说照以前阮老做传承落来的时阵，迄个寸尺到做到即阵。 100年老店四界拢会使看到上古早的家私，像这个印仔，就秘书是一种认证。上较特别的是，已经有100年历史，用来切金纸的店，这是镇店之宝。那个店是我们公公的宝贝，它已经100多年了。就阮阿做的手到即嘛，啊，它是在切纸用的，就是一个腿很大的一个腿。因为坚持生产台湾做的金纸，这经过6道工，才算是真正完成。 除了美观以外，就代表讲我这个物件是有经过手工加工过。台湾金纸为古早时代拢是顺手工制作到即马，这拢是一种坚持的精神。